要將室內設計同個人興趣或者喜好結合，唔一定要將成個單位設計成巨像嘅模樣。好似今集介紹嘅兩個單位，一位戶主中意賽車，另一位就玩開音樂。設計師就各自抽取咗一啲具代表性嘅特色元素，令到整體感覺唔會過於誇張，同時亦都可以明確咁表達主題。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單位男戶主係一位前賽車手。為咗呈現呢間屋嘅個人特色，設計師 Terence 就從飆車賽道攞設計靈感。其中最易令人聯想起賽道嘅設計元素，就係喺單位唔同嘅地方加入特別嘅線條設計。佢哋就會係想加入啲賽車嘅元素喺入邊咁樣咯。咁所以我哋就會係將嗰啲 shape 全部都係做成好似啲賽車道咁樣，有少少即係入彎嗰種感覺咁樣咯。例如啲層板啦，你見到我哋會零零舍舍 lift 咗入去啊，咁啊加翻啲玻璃，咁樣令到佢個形狀上嘅話，你望落去嘅話，其實就會係斜入咗入去嘅。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塊層板嘅用途咯。咁啊，你見到啲可能我哋啲滑手位啊，又或者係喺我哋嘅門啊嗰啲 detail 入邊嘅話，都會加入咗呢啲咁嘅彎嘅元素入去咁樣嘅。真實嘅賽道路面一般都係灰黑色。但戶主唔希望成個感覺過於暗沉，所以單位以白色作為主調，再喺櫃門等等嘅位置適量咁加入灰黑色作為點綴，令到屋企感覺明亮之餘，又唔會太偏離賽車道嘅主題。同時，設計師再從燈光、家具物料同埋設計方面入手，例如唔做坐地儲物櫃，又或者喺櫃腳做鏡鋼嚟反射地面，令人有置身賽道上嘅想像空間。咁喺廚房入邊嘅話咧，咁我哋亦都用咗好多好靚嘅物料喺入邊啦，例如係玻璃啦、焗漆啦、光面嘅膠板啦咁樣啦。喺唔同嘅地方裏邊，我哋都會加入咗唔同嘅光嘅令面嘅物料喺入邊咁樣嘅，再加埋啲燈光嘅話咧，就造成一個啲賽車好快咁樣閃過嗰種感覺，光嘅感覺喺入邊咁樣。3間房嘅設計因應家庭成員嘅喜好同埋需要而各有特色。點樣將以賽車為主題嘅主旋律設計融入唔同嘅細節位，令到出嚟嘅效果變得和諧，就好考設計師嘅功夫。好似主人房用色相對較暗，所以床背牆就特意鋪上咗一幅特大嘅灰色抹布，再配以黑鋼條紙點綴，營造優雅高貴嘅氛圍。陶瓷門用上酒店常用嘅電控調光玻璃，即係可以隨意調校玻璃通透嘅狀態。而門上嘅線條設計就呼應客廳嘅賽車道元素。個主人房嗰度咧，咁我哋就會係加入咗呢一個酒店嘅元素喺入邊啦。咁就會係當戶主可能平時嘅話個廁所唔用嘅時候嘅話，佢咁其實係可以着埋佢，即係望通晒佢嘅話，咁你就可以成個主人房嗰個空間感嘅話就會再大啲啊，睇落去會再舒服啲咁樣咯，再酒店 feel 啲咯。另外喺每一間房嘅假天花上邊都做咗獨特嘅 LED 燈效果，夜晚就可以有滿天繁星嘅感覺。因為 LED 燈咧，佢同牆紙嗰種熒光嗰種燈出嚟嘅效果真係好唔同嘅。咁啊，佢可以做到嘅話係光纖嘅話，一粒粒燈啦，亦都可以調節到佢斬下啦咁樣嘅，即係佢會比較多功能啲咁樣咯。但係一定要樓底夠高喎，樓底夠高先用到，因為佢裏邊要藏嗰個光纖個抽嘢都幾大抽嘅，同埋佢有嗰個機喺入邊，裏邊最少都要留翻200 mm。兩位仔仔受到爸爸嘅影響，都好中意車，所以喺佢哋嘅房入面 ，Terence 再額外加入咗燈帶設計。當一架車好快嘅飛馳嘅時候嘅話，你會見到有個燈尾咁樣喎，有個燈光尾咁樣。咁其實我哋就會想營造嗰個效果咯。咁啊，希望就喺唔同嘅櫃嘅元素底下嘅話咧，我哋都想加入呢啲少少燈嘅元素。
單位樓底高3.3米，所以就算喺房入面做咗一張碌架床，空間感仍然非常充足。上格床嘅床欄反傳統用咗透明嘅亞加力膠片，令到房間視覺更加通透，同時都做出一種跑車車窗嘅感覺。由於呢一張碌架床都有翻咁上下高度，咁為咗令到小朋友安全上落，設計師就喺呢一幅牆做咗隱藏扶手。咁樣做既唔會令到樓梯空間變得狹窄，咁同時又可以令到平平無奇嘅牆身多翻一啲線條設計。睇完前賽車手嘅屋企，轉睇下一間中意古典音樂嘅戶主屋企。古典其實比較中意比較有歷史嘅歐洲風，咁同埋因為佢同音樂係有少少聯繫嘅，我本身自己都好中意音樂嘅，同太太都中意音樂，咁就變相就古典再加音樂係可以串連一齊，咁啊個風格會好好。因為我又唔想整到好似一個 show 咁，好似一個舞台咁樣，想自然少少嘅，即係我就偏向啲歐陸少少嘅感覺，希望有啲樂器可以陪襯到個設計咯。有一兩個樂器就夠啦，唔需要話成間屋都做到好似一間 band 房咁樣，我又唔係好想係咁。單位以白色作為主調，配襯金色線條同埋裝飾。雖然花線設計簡單，但整體都散發住一種高貴典雅嘅歐式行宮感覺。咁其實我比較偏向法式嘅，咁法式就通常係一般係白色做底，襯少少金色邊嗰啲，咁就比較法式少少。咁同埋亦都容易襯啲樂器嘅，因為如果你白色、金色，俾人聯想都係 classical。戶主偏好弧形線條，全屋設計亦都加入咗唔少弧形元素，包括玄關同埋客廳嘅假天花。假天花以粗身金鋼邊圍起 ，Terence 再喺上邊加入木條子嘅設計，嚟中和金屬帶嚟嘅冰冷感。都係想去追翻個窩入去嘅感覺咯。呢一個咁樣弧咧，其實同我哋嘅玄關位同埋飯廳位後邊個弧入去嗰個 shape 係一樣嘅。其實我哋只不過係將佢擺咗落去個燈槽度。咁啊，其實咁樣嘅話咧，你都可以望得到佢其實好似啲符號咁樣，有啲高有啲矮，有啲高有啲矮，好似音韻咁樣，係有啲高有啲矮咁樣。至於成個客廳最搶眼嘅位置，莫過於呢一個櫃。Terence 點解咁得意喺呢一個位做咗個圓柱形嘅展示櫃嘅？因為本身戶主咧都想要有一個屏風啦，咁但係如果呢個位做一個好傳統嗰啲屏風咧，呢一個其實就隔離就係個飯廳啦。咁我哋坐喺度嘅時候，其實都會即係唔好睇咯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建議個客人咧，就不如做一個展示櫃喺度。咁啊，一嚟又可以展示翻客人嘅心頭好啦。咁二嚟嘅話咧，呢一個櫃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屏風嘅效果啦，又可以扭嚟扭去嘅。你中意扭去客廳嗰時望住個吉他又得，中意扭去對翻住大門又得，望住個 bench 又得。咁你想點樣扭都得。成間屋風格一致，就算廚房同埋浴室嘅設計，亦都同客廳呼應。唯獨客房嘅設計相對簡潔，擺咗電子鼓組等等樂器之後，變成咗男戶主另一個小天地。原則主人房同客房嘅面積相若，設計師於是改動咗主人房房門，咁樣做就可以騰出原先嘅出入位變成衣櫃，令到房間變得更加實用同埋有更加多嘅走動空間。另外，設計師都喺房入面做咗唔少隱藏式嘅儲物空間。個主人房個設計咧，我哋就做多咗個地台，咁啊令到業主咧就可以多啲儲物空間咁樣嘅。咁啊個背嗰度個位咧，睇落去你就會覺得佢係只不過係一個門布咁樣，但係其實係打得開嘅全部都。因為咧佢本身嗰個積咧，佢係有一個 corner 位喺後邊啦。咁其實咧張牀如果擺咗去即係貼翻落去個牆身度咧，咁其實佢就會變咗有一邊可能就冇咗個床頭櫃咁樣嘅。咁我哋為咗可以令翻嗰個感覺可以 balance 翻啦兩邊，咁所以我哋就將佢騰咗出嚟，而後邊亦都做翻一組儲物櫃俾客人可以擺多啲嘢咁樣咯。唔少人都希望將自己嘅喜好同埋興趣融入室內設計入面。睇完今集兩個單位嘅設計之後，以後除咗擺放裝飾之外，
亦都不妨考慮抽取相關喜好嘅一啲獨特元素，加入喺設計入邊，令到單位設計更具個人特色。